美食之都台南满城皆好料，但也被盛名所累，曾经有过6都最胖的称号。台南市从那时起便积极打造运动城市，鼓励男女老幼的全龄化运动，让市民养成运动好习惯。2022年、2023年的时候，那个好像有一次我们被说是6都里面最肥胖的城市。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，其实会吗？我们看街头巷尾，其实市民朋友们都蛮苗条的。不过媒体既然有这么说，我们就是要下定决心来改进。那改进的话，就是希望推动我们市民朋友多运动。其实运动有分两种，体育有分两种，一种是顶尖拔尖的最高的这种竞技类型的，另外一种是全民运动类型的，希望全民都能养成运动的习惯。为鼓励更多民众养成运动习惯，台南市现在透过科技结合运动，推出台南运动健康护照计划，并导入 Joy Sports App， 让市民随时随地参与各项健康任务，不论是步行、跑步、量测血压、体重，甚至是旅游运动踩点，都可以累积点数兑换好礼。我们今年健康护照主要主打的是第二种，也就是希望说各位好朋友能够常常运动，不仅是自己运动，还要拉着家人一起运动。那让运动可以不仅是得到健康，也得到家庭的和乐，也得到更好融洽的亲子关系。因此呢，我们不仅是在球类活动，或者是这个跑步啦、田径类的活动，甚至是水上活动，都希望说能够有这个运动健康护照的元素加入。用意是用一点小小的奖励鼓励，希望大家能够养成健康的习惯，运动的习惯。体育局表示，市民朋友要把握这个健康行动的好机会，赶紧下载 Joy Sport App， 完成注册后参加114年台南运动健康护照。依指示完成报名程序，并将个人居住地设定为台南市，即可参与后续所有的精彩活动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